我每日咧都會買定2杯咖啡，就全日飲嘅。必須要係依個牌子嘅咖啡，因為我試勻晒依區可以買咖啡嘅地方咧，呢一個嘅口感我係覺得最適合我嘅。我哋去搭自動電梯。嗱，看似係接近中午1點鐘咧，好似已經有啲晏咁啦，但係實際上咧，其實我已經係屬於頭3名最早開鋪。上世紀60年代開始，美國為咗降低成本，將本嚟喺日本嘅生產線移至香港，間接令香港成為世界玩具嘅出口中心。上世紀80年代 ，TVB 開始引入日本動畫，出色嘅粵語本地化，令動畫同衍生嘅玩具成為咗一代又一代人嘅深刻回憶。玩玩具，我諗真係由細路仔開始到中學生，我係一路冇甩過嘅。咁所以如果計年資咧，我諗真係有30年以上啦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小段，中文姓氏咧姓段嘅，咁所以大家可以叫我做小段。咁我而家咧係依間玩具店嘅老闆，創業時間都大概有5-6年左右啦。咁喺創業之前咧，我係一位中學教師嚟嘅，咁我係教視覺藝術科。所以嚟到做玩具行業嘅時候咧，我都將動漫、卡通同藝術嘅商品做一個結合。因為現時點係當代而家香港最紅最火熱嘅玩具商場，咁佢嘅知名度係高嘅，一啲東南亞區嘅旅遊書都有介紹嘅，星馬泰啊、韓國啊、日本、台灣都有旅客會慕名嚟嘅。好似我店入面一啲產品一樣啦，都係啲80-90後嘅回憶啦。我有個優點咧，就係我記性超強嘅。細個曾經好中意嘅一啲 figure 喺玩具店嘅櫥窗嗰度咧，我當時冇得買唔到，但係長大咗之後咧，俾我揾得翻咧，我係會買翻嚟嘅。呢個咧係大概1年前到去幫韓國女團咧客串咗10秒 MV 頭雕啦，跟住個西裝 body 係自己組裝落去啦。最基本嘅切入點咧，一定係覺得玩具一定係細路仔玩啊咁樣。咁但係玩具行業咁蓬勃，由小朋友嘅一啲叫做兒童向啲嘅玩具，至到去成年人玩嘅一啲高階嘅好精細嘅。咁點解可以咁蓬勃？即係話玩具唔係淨係細路仔嘅。香港嘅玩具供應鏈大概可以分為3層。第一層嘅玩具商會不斷生產新嘅玩具，第2層就係買呢啲玩具嘅消費者同收藏家，第3層就係二手玩具嘅市場。喺網購不斷侵蝕線下零售嘅當下，呢3層嘅循環之所以仲可以令到香港玩具業蓬勃發展，最重要嘅潤滑劑就係格仔鋪。格仔鋪，我諗個概念真係等於劏房咁樣。好多店咧都會成間鋪頭咧係設置一啲落地嘅亞加力膠格仔櫃，咁就每一格係租出俾唔同嘅人，需要嘅話就可能有啲會租多幾格，有啲係租一格試下賣嘢。咁個概念好似劏房單位咁，劏租劏出去俾唔同嘅人去租啊咁樣。咁時至今日咧喺香港咧呢個商場現時點咧，我諗7-8成嘅店咧都用呢種格仔嘅模式。我諗格仔鋪個定義咧都有趣嘅。其實即係在商言商，我係作為一個老闆去睇劏格仔店咧，某程度係一個保本嘅諗法嚟嘅。同一時間亦都衍生到就係，有啲玩具玩家，譬如之前有啲移民潮，同埋恆常都會有啲客人可能要周轉咁樣，咁將啲收藏品想放售，同一時間搞格仔店呢樣嘢又配合到，我覺得係大家時機吻合。
亦都係因為經常有稀有商品喺格仔中出現，玩家咧先會咁樣傾心線下嘅零售市場，無需要目的，抱住尋寶嘅心態發掘珍品。個玩具展通常1年2至3次，佢最密嘅時候咧，我印象中試過1季1次，即係1年有4次。呢度個感覺比較係接地氣啲，咁同埋咧似係一啲玩具行家咧，一啲玩具老闆咧、玩具店老闆會帶啲唔同嘅產品跟住嚟做特價促銷，希望清晒佢嗰種玩法。我想講啲檔主同時間都會係買家，趁對公眾未開放嘅時候咧，自己已經會行一個圈先。呢一個主辦單位咧做咗第8年，我仲記得佢第一次搞嘅時候咧，真係好細，同埋檔口好少嘅。行內會叫某啲做中古品，即係 vintage 以前嘅嘢，咁即係等於講品味、講 taste 咁樣。咁我自己咧都好中意一啲中古味好重嘅玩具 figure 嘅，反而好熱當代好新、美輪美奐好靚嘅，反而唔係好觸動到我。喺玩具呢個範疇咧，一啲叫價力高嘅卡通動漫嘅玩具咧，的確好似紅酒咁咧，越擺得耐咧，價值係會越高嘅。尤其一啲係有合金成分嘅，取決於翻佢嘅產量同埋係咪限量版咯。因為品牌上咧，你話自己係限量版咧，佢要對個玩家去負責任啊嘛，即係唔可以話我呢批係限量版，但係隔咗半年之後咧，我又推出一模一樣嘅模型咯。咁所以就會限量版係玩家收藏嘅目標之一咯。由我做老闆至到而家咧，我會分3個時期。一開始係大概2019、2020年香港面對住社運嘅時間，然後就到疫情啦，疫情經歷咗3年，然後到最近呢年零復常嘅時間。呢3個階段咧，最差營業額、最差生意咧係復常嘅呢段時間。呢個階段真係一個好大考驗。其實現時點有1、2樓都係一啲玩具店，好多都喺踏入2024開始係做唔住，仍然會堅持，會留喺度係興趣行先。我覺得生活喺香港係好鬼難，好難，真係非常難。人生比較低谷、前路茫茫嘅時候係玩具，或者浸淫喺呢啲氛圍之中，去令自己平靜嘅當時。所以我揀咗困難並存之餘，我係每日遊走住喺自己生命入面最有意義嘅嘢咯，就唔係一啲電腦啊、keyboard 啊、word file 啊、PDF 啊嗰啲，我就選擇咗仍然係喺玩具呢樣嘢度。我都想可以並存一齊行到老咯。根深蒂固係非常緊，離不開。老婆都可以唔要，老婆都送俾 Roger。大家都出嚟唞唞先，買杯咖啡啊！Hello， 大家好。嗱，同大家解釋翻先。咁我呢個格仔櫃咧，眼燈咧係喺度眨下，係專登嘅。OK。咁佢心情好嗰陣時咧，佢就唔眨噶啦。咁佢有訴求嗰陣時就眨。咁就係唔關同學仔個 part 事嘅，係我自己嘅問題。OK。你乖啊！